自2025年2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生命经验与润性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民数记》13章第1到33节。上主命令摩西讲：你着对逐个支族选一个族长，派因去探查我要赐予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派逐支族的族长对巴兰的旷野出发。这个族长的名记伫下面：流便支族是撒克的囝沙摩亚；西面支族是何利的囝沙法；犹大支族是亚夫尼的囝加勒；以撒迦支族是约瑟的囝以加；以法莲支族是伦的囝何西阿；便雅悯支族是拿夫的囝帕提；西布伦支族是索底的囝加迭；约瑟的后代马西支族是苏西的囝加底；但支族是基玛利的囝阿米利；阿瑟支族是米迦勒的囝西帖；拿弗他利支族是波西的囝拿比；迦得支族是马基的囝旧利。以上是摩西派去探查迄个地的人的名。摩西甲伦的囝何西阿号名做约书亚。摩西派因去探查迦南地的时，对因讲：恁去尼吉夫爬上山，看迄个地生做甚物款，遐的居民是强还是弱，人数多还是少，大个地是好还是歹，大个所在是无城墙的营地，还是坚固的城。搁看迄个土地是肥还是瘦，有树木还无，恁着勇敢，将迄所在的果子带一寡倒来。迄时拄仔是葡萄初熟的时，因就去探查对神的旷野到利哈的地区，直到哈马隘口。因搁对尼吉夫上去希伯伦。这城比埃及的索安城较早7年去做，有阿拉族的埃曼人、士斯人、但麦人住伫遐。因到以实国山谷，找一支葡萄树蛙，顶面有一耙葡萄，需要2个人扛，搁带一寡石榴甲无花果倒来。因为以色列人对遐找一耙葡萄，迄个所在就叫做以实国山谷。因探查迄个地40日久，才倒来。因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地斯，见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的会众，甲因汇报规个行程，搁互因看迄所在的果子。因对摩西讲：你派阮去探查迄个地区，果然是流年甲蜜的地，这个就是迄个所在的果子。毋过，迄所在的居民真勇，城大搁坚固。阮伫遐嘛看到阿拉族、阿玛利人住伫尼吉夫地区，迄人、亚布斯人、阿摩利人住伫山地。甘人住伫海边甲约旦河边。加勒伫摩西面前，互人民安静落来，讲：咱赶紧来去攻占迄个所在，咱一定会赢。毋过，遐个甲伊做伙去的人讲：咱无法度攻击遐个人民，因比咱较勇。
遐会去探查的人对以色列人散布谣言，讲阮探查行过的地是吞食人的地，搁看到的居民拢真大汉。阮看到的阿拉伯族的人就是大汉人，因是大汉人的后代，甲因比起来，咱亲像草莓，因看咱嘛是安尼。生命经验与韧性。摩西派人大声去侦察迦南地，是出自上帝的吩咐。既然上帝已经知影迄所在的光景，为什么要爱摩西找见人去开探呢？12支族的领袖查明迄个地的虚实，对以色列人往目标前进有甚物帮助呢？当12个侦探的侦察任务结束，返去到以色列营中，遐个持负面观点的人发出严重警告，绝对莫妄想进入迄片老年甲密的肥沃土地。因讲，迄所在虽然是充满祝福的地方，毋过伫遐有强悍的大汉人，因的城墙悬大搁坚固，假使入去，一定会亲像草莓共款互打扁去。猜测和焦虑互想象无限延伸，最后只会互恐惧扩大，直到互人看袂到暗网的证据。以色列人顿时失去迄本来要存踮心中的微细暗网。伫探子的中间，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这两位少年人勇敢发声，呼吁人民去征服迄块地。检测因为因的声量微细，也是恐惧的总和较大过信心。因的发言并无够通消除众人的恐惧，只会当看到众人纷纷远走，拒绝接受任何鼓励。近在眼前的希望就安尼原地消风无去。上主并毋是无容阮人对伊有任何怀疑，也是困惑。圣经中的历史，上主甲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拢是呼召与回应。上帝有主动权，人也有做出决定的选择，是毋是会当蒙福？介在人安怎做回应？12个侦探喙中所讲的迦南现况，检测是事实。相讲上帝所预定的未来，一定就是一路顺遂、步步平稳，无需要继续打拼努力就通得到。约书亚和迦勒为什么会当看到机会？若是其他的领袖，却只简单看到危机。咱需要欢迎遐个甲咱无同的人行做伙，除了家己爱有坚定的立场以外，假使会晓得去欣赏遐个甲咱有无相思维也是经验的人，会发现因的眼光通有另外一种的视野，互咱通更较会当掌握现况甲真相，搁顺利解除危机。原住民生活中常常讲一个笑话：当别人看到一座山，迄只是一座山；当无人族看到一座山，因看到的是桌顶的晚餐；当人看到一条溪，迄就是一条溪。毋过阿美族看到的是一卡冰箱，因的食物就藏踮伫溪的内面。这是无共族群之间生活经验的差异，非常无共款，却会当带来另类的希望。人拢需要有另类眼光来得到正面积极的帮衬，用无共款的面向看到其他的事实。这世界需要正面、积极、勇敢行动的人。这世界更较需要安尼的基督徒来落实上帝国的实现。默想，
我对代志的判断是偏向负面保守，还是过头乐观，煞低估难题？我对代志的判断是偏向负面保守，还是过头乐观，煞低估难题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互我照用尼泊尔的祈祷对你讲，请使我宁静，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事，请赐我勇气，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事，请赐我智慧，通分辨这两者的无同。愿圣神帮助我心灵刚强，会当伫无助的时，有智慧的求助，佮听取意见，佮互我永远保持积极的行动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